大家個建議嘅你撈通茶，一曲嘅，嘅曲線呢些臭嘅啫，一水嘅，大家看清楚，係啦，嘅左邊青龍，右邊八虎，後面嘅長山。嘅天呢，嗰啲人呢，即個圍撈，係啦，青蛙，撈通茶，同個青蛙一曲嘅，佢水呢喺隔邊來，水喺個前面來，玩住來，出炒嘅高樓，炒高處啦，炒高處，看清楚。嘅天呢，嘅天線撈過嚟啦，嘅天線撈過嚟啦，看清楚。曲線嘅咋？阿弟嘅青蛙，佢話嘅人種嘅青蛙，看清楚哦。就撈過嚟，大家看清楚啊，同曲線嘅咋？嗰些同曲線上過去啊，一水嘅喎嘅天喎。唔要邊八虎，其實嘅兩噸嘅下嘅，嘅兩噸嘅下嘅，慢慢放水水般大家看啦，慢放水水般你看啦，水呢喺攞嗰邊即係殘嘅邊咗，殘邊咗，然後呢就攞個上眼做，攞上眼來裝啊，先一個扣。左邊青龍，看清楚哦。清楚。這下星期先生呢，就撈過嚟啦。去撈啲啦，啥星期起身就撈啲啦，係嘅，而後扣呢，後扣在三台扣上嘅，佢內籠呢，就撈個內籠，就撈上個落個內籠，大個撈嘅。刀頭係麻毫剪嘅，抌住又殺人，都係殺人攞咗。古天呢？古天嗰嘅貴過，其實青蛙，大家要看清楚。見一曲嘅，看清楚啊！我嗰啲推進嘅，下半大家看，分析，大家分析啊！看清楚啦，追過內籠追過嘅兩內籠，後扣上次嘅，即係扣嘅三台幕，大家唔看啦，看清楚啦，嘅鐵撈過嚟，左邊青龍，右邊把虎嗰邊呢，即係青蛙啦，咕嗒嗒撈過嚟啦，嘅一高次，大家冇小看喎。嘅小看嘅 T 恤屌嘅 T 啊嘛，所以班嘅人看嘅 T 就難看啦。謝謝大家欣賞啊！下次會發到個視頻俾大家欣賞。